仲諗住感冒發燒去排急症室800蚊搞掂。如果你仲係咁諗，咁你就真係要同個荷包講聲對唔住啦。因為由2026年初開始，香港公立醫院喺收費已經正式大洗牌，加價幅度仲要係相當之驚人。急症室收費由180蚊加到去400蚊，普通科門診亦都由50蚊加到去150蚊。呢啲數字聽落都覺得肉痛，但係大家又唔使太過驚慌住。雖然話醫療費用加咗，但係政府同醫管局其實同步優化咗個醫療費用減免機制，只要你學識點樣去申請，分分鐘可以慳返一大筆，甚至係全面。今日我就會用最急貼蟹方式幫大家做個2026醫療收費同埋減免申請蟹最長懶人包，由邊啲人何資格，要準備啲乜嘢文件，到去到現場點樣同醫務社工溝通，我會一字不漏一剔過教晒你，等你可以喺呢個加價浪潮之中屈到個救生圈。話說反轉頭，點解2026呢年會變咗個分水嶺呢？其實係因為政府要理順醫療資源，想將急症室留俾真正有生命危險蟹人。所以呢，由2026年1月1日開始，急症室收費就實行咗分流制。如果你係屬於危大或者危急嗰兩類病人，咁就恭喜你，醫管局係會發免你蟹費用，亦即係免費。但如果你係屬於緊急、次緊急或者非緊急，即係普通發燒感冒嗰類，唔好意思，你要俾400蚊啦。除咗急症室，普通科門診由50蚊加到150蚊，專科門診喺首次診金仲加到去250蚊。呢啲加幅對於好多基層家庭、長者或者係長期病患者嚟講，真係一個好大蟹壓力。咁面對住咁大蟹醫療支出，我哋究竟有乜嘢出路呢？喺2026呢套新制下面，其實有3個重要蟹防線。第一道防線就係自動發免人士，如果你係領取緊中元蟹，或者你係75歲以上，正領取緊高或長者生活津貼蟹公公婆婆，你哋係唔使額外申請蟹，只要去睇病蟹時候出示身份證，個系統就會自動幫你免咗個費，1毫子都唔使俾。呢點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特別係幫屋企長者睇緊呢條片蟹朋友，一定要檢查清楚長輩係唔係符合呢個75歲家長生活津貼蟹條件。如果你唔係呢兩類人，咁就要睇第二道防線，亦都係今日蟹重點，公營醫療費用減免機制。呢個機制係要經過經濟審查海，但係好消息係，政府由2026開始放翻咗個門檻，估計全香港有成140萬人會落入呢個保護網入面。只要你係香港居民，而你喺家庭入息同埋資產低於某個水平，你就可以申請。呢度要留意家庭呢個定義，好多人會搞錯，以為一齊住就要計埋一齊。其實喺醫管局海申請表入面，如果你係單身米份，就算同父母住，你都可以被視為一人家庭。但如果你係受供養蟹，就要連埋父母一齊計。一陣我會詳細拆解點樣填呢張表。而第3道防線呢，就係2026新增蟹全年1萬蚊收費上限。呢個係針對嗰啲入息或者資產啱啱好過咗界，申請唔到免收費，但係又要長期住院或者做手術蟹人。只要你喺同一個理年入面，即係由1月1號到12月31號喺公立醫院俾蟹合資格醫療費用加埋超過咗1萬蚊之後，嗰啲檢查、住院費、手術費甚至係藥費，通通都可以豁免。呢個新措施真係好重要，起碼保證咗香港人唔會因為一場大病而破產。好啦，依家入正題。如果你個隻敵己或者家人符合申請減免蟹資格，現場申請到底係點樣搞呢？首先大家要記住一個地方，叫醫務社會服務部。每間公立醫院都有呢個部門，入面喺醫務社工就係幫你審核嗰個人。你唔好等到要走數嗰陣先急急忙忙去，我建議你最好喺復診或者入院之前1-2個月就去問定。申請蟹程序其實唔複雜，最緊要係你要帶齊嗰5大秘密文件。第一樣當然係身份證明文件，除咗病人本身蟹身份證，所有同住會納入經濟評核蟹家庭成員蟹身份證都要副本。第二樣係住址證明，最近3個月蟹電費單、水費單或者租約都得。第3樣亦都係最麻煩蟹一樣，就係入息證明。你要準備過去6個月蟹糧單、強積金記錄或者銀行戶口簿。如果你係做散工收現金蟹，唔使驚，你可以叫公司開張證明，或者去到社會福利署嗰度簽張入息聲明書，即係俗稱蟹發誓，證明你每個月大約賺幾多。第4樣係資產證明，呢度係好多人申請失敗蟹地方，因為大家成日漏咗啲人成成員。資產唔單止係指銀行儲儲，仲包括咗股票、基金、年金蟹現金價值，
甚至係你手機入面喺電子錢包，好似係支付寶、微信支付或者 PayMe 喺餘額，都要申報。由2026年開始，醫管局對電子錢包喺查核係好嚴格係，大家千萬唔好心存僥倖，一定要打印晒過去6個月喺交易記錄出嚟。最後一樣就係你喺醫療預預證明，即係嗰張復診紙或者入院通知書，證明你真係有醫療需要。去到現場，你會見到張表格叫醫療費用減免申請書，填呢張表啟時候有個小記口，如果你屋企有長者或者傷殘人士，記得要特別標注出嚟，因為喺計算資產限額啟時候，有長者成員喺家庭，個限額係會鬆啲係。例如一個2人家庭，如果入面有一個係65歲以上喺長者，你哋喺資產上限可能比普通2人家庭高出成10幾萬。呢啲數字喺2026都有微調。大家填表前最好去醫管局個網站，用佢哋嗰個經濟審查計算程式先撳一撳，心入面有個底，免得去到現場先知超標，白行一趟。如果你話我急住要睇病，文件仲未執齊，點算呢？唔使驚，醫管局喺2026推出咗一個好人心化喺安排，叫做有條件免。如果你暫時交唔出全套文件，你可以先簽一張聲明書，社工會先批一個為期3個月喺臨時減免期俾你。等你可以安心睇病、做手術，只要你喺呢3個月之內補交返啲證明文件，呢份減免就會轉成長期有效。講到有效期，2026喺新制亦都將有效期由1年延長到最長18個月，即係你一剔過申請成功之後嗰1年半，你都唔使再為醫療費煩惱。申請喺流程入面，最令人緊張嘅通常係同醫務社工見面嗰一刻。其實大家唔使驚，社工唔係要捉你，佢哋係想幫你。見面喺時候，你只要實話實說，講清楚你喺家庭困難，例如你雖然入息過咗少少，但係屋企要供樓，要養起幾個細路，或者有長期病患，要食昂貴喺自費藥。呢啲特殊情況，社工係有酌情權去考慮解除。所以除咗帶齊嗰5大文件，如果你有啲額外喺開支證明，例如醫療報告、昂貴藥物喺收據，甚至係大額債務喺還轉證明，都可以帶埋去。呢啲都係增加你可批機會喺有力證據。講完試睇申請，我一定要睇埋2026最方便喺申請方法，就係 HA Go 流動應用程式。如果你係年輕一代，或者屋企有後生仔幫手，強烈建議用 App 申請。醫管局喺2026年第2季開始，會喺 HA Go 入面加入一鍵通功能，你可以直接用手機影低啲身份證、糧單同埋銀行存摺，直接上載。個系統仲會自動幫你追蹤申請證對，一批咗，你下次去醫管局報自助繳費機或者窗口找數喺時候，個系統就會自動顯示係0蚊，完全唔使再拎張紙出嚟俾人睇。不過雖然話申請流程簡化咗，但係都有幾樣嘢係2026，大家一定要避開蟹陷阱。第一就係報細數，有啲人以為盲報一個銀行戶口或者支付寶如果冇人知，但係醫管局係會隨機抽樣同稅務署、銀行或者地政總署對資料拷貝，一旦被發現造假，唔單止要追翻所有減免費費用，仲可能要附上承受責任，呢樣真係唔好事。第二就係過齊申請，好多老友記以為張證明書批咗就係一世，其實佢係有效期嘅，記得喺到期前2個月就要去辦理續期。2026喺續期手續其實好簡單，如果你家庭財政狀況冇大變動，你只需要簽張聲明書就得，唔使再交過晒啲糧單，所以一定要準時。另外，大家亦都要分清楚合資格醫療費用係範圍，好多人以為批咗減免，所有嘢都係免費，其實唔係嘅，減免只係涵蓋公營醫療係基本服務，例如急症室、普通科、專科基本藥物同埋住院費。如果你要買一啲醫管局藥物名冊以外喺自費藥物，或者要用一啲昂貴喺醫療疫區，例如係心臟之蓋、特製假肢，呢啲係唔包括喺普通醫療減免入面喺。呢啲項目你需要另外申請撒瑪利亞基金或者關愛基金，呢度又係另一套申請手續。所以如果你係面臨呢類大額開支，記得要主動問社工，我想申請撒瑪利亞基金，手續係點？唔好撈埋一齊講。喺2026呢個神時代，做香港人睇醫生真係要有一套醫療理財觀念。你可能平時唔覺，但係一單要入院住返10日8日，加埋啲化驗費、藥費，分分鐘要幾千蚊。如果你一早做咗呢個醫療費用減免，呢幾千蚊就係你喺儲費。特別係對於嗰啲夾心階層，即係嗰啲啱啱好過咗中原網，但又唔係大富大貴蟹朋友，呢個全年1萬蚊上限加埋醫療減免機制，絕
絕對係你哋蟹救命草。我喺度再幫大家歸納一下，2026申請醫療減免蟹3個必勝關鍵。第一，早申請，唔好臨急抱佛腳，復診前2個月就要預售。第二，文件齊，特別係電子錢包同隱蔽資產，一定要申報清楚。第三，善用科技，下載定個 HA Go App， 入面好多資訊都可以幫你慳返好多排隊蟹時間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長輩仲未知道2026醫療加價蟹消息，或者佢哋仲為咗睇醫生蟹錢而煩惱，請你一定要話俾佢哋聽，政府係有呢個減免機制蟹，唔好因為怕麻煩、怕填表而放棄自己應有蟹權利。香港蟹醫療系統雖然壓力大，但係唔會有人因為窮而睇唔到醫生呢個承諾。喺2026依然係有效蟹蓋，最重要係你肯跨出嗰一步，去醫務社會服務部出社工傾下，或者拎部手機出嚟睇下點申請。總括嚟講，2026雖然係醫療開支增加下一年，但亦都係保障網做得更加細緻下一年。由急症室蟹400蚊到住院每日300蚊，呢啲數字係提醒我哋要善用資源，唔好濫用急症。但對於真正有需要蟹人，只要你跟我今日教你蟹呢套懶人包去申請，你依然可以喺香港享用到高片戰，而且負擔得到蟹醫療服務。記住，健康係無價蟹，但係睇病蟹前係可以透過智慧去管理蟹。希望今日呢篇資訊可以幫到各位喺2026呢年，無論係生活定係健康，都過得更加溫緩。如果你喺申請過程中遇到任何難題，不妨去律區內蟹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者長者中心，入面蟹社工同義工都好樂意幫你填表。大家互相照應，喺呢個加價蟹年代，我哋一齊穩守荷包，保障健康。如果你仲有啲乜嘢關於2026社會福利或者醫療收費蟹問題，記得多啲留意官方蟹最新公布，因為政策有時會隨住社會情況而調整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荷包常滿。